主唱。阿哥掉的年黑色草。哇，黄大哥啊，哎，哦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我来这么多次，从来没看过你现场唱歌给我们听啊，每次都是听你的 CD。今天喝醉啦，喝醉了，喝醉了。这歌是唱什么意境啊？这首歌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童谣，但是我把它谱曲而已。那它意思是在我们农村的时候，我们以前是住乡下。哦，这个是讲那个时候的那个画面，感觉就是。对。哎，王大哥，你黑那 V 给客家人啊？苗栗，苗栗的。台分子，好像你自己创作的歌也不少嘛。也不多啦，但是算得出来。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客家歌哦，跟这个普通的那些歌啊都不一样，我们比较有味道。味道是看人写，看人写哦。对。哎，黄大哥，俺没黑客家人啊，但是我们每次出去，我们朋友都叫我教他们唱那个客家歌啊，我都唱不出来。你教我2句，我出去教他们。没问题。哦，真的哦。大丈夫。好，来。教我们唱一条。好。很多无同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人。好，来。又转到了老地方唱，老地方。离家10多年，10多年。同样的日头，同样的天内。好，所以各位，你看看。好客家话啊，唱客家歌啊，跟黄大哥一起来唱一唱，喝杯小酒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舒服的呢？是不是？对，太棒了！我们唱歌，来。又转到了老地方，客家歌，19，甲白连沙。白连沙，流行歌曲，你是哪位嘅客家人？你是哪位嘅客家人？你是苗栗头份嘅客家人？你是苗栗頭份嘅客家人？